白哦，都有动性来动形状的哦，就是那个大补枪真的不太熟悉。哦，你不熟悉的又不是只有大补枪，太多了担心的太多了。看哦，不是这样讲啦。哎，这个没有快转哦。毕竟他已经切这个葱快切了70集了70集了。哇，这个豆腐乳一定要看一下的啦。成年的哇，你看，黑豆瓣呢？拿破牛本来啊，真的哦。那个肉蛮 Q 的啦，但是味道跟我们的，我还是喜欢吃我的味道。安点哈，打枪去死的啦，蹦胖哈蹦不落啦。哦，等一下，在微笑中带着一点火药味。Hello， 各位電視機前面嘅觀眾朋友，大家好！還有手就獻出嘅鄉親朋友，大家好！歡迎收看一家之主，我係民族。我係鍾伯強。今日呢，你來到沙港哦，董事台中也特別，沙港老董事啊，係最多啲台中客家人氣中嘅所在咧。係啊，上白漢好就攞一個董事哈，有來過東市，但是特別哦，攞一個董事來動形狀的哦。為什麼？因為除了哦外邊重配之外哦，還就是那個大補槍真的不太熟悉。哦，你不熟悉的又不是只有大補槍，太多了擔心的太多了。對啊好，其實香港嘅導演呢，還有當有名嘅客家文化演戲，故說呢，也正經係算係台中也導演客家人嘅大本營哦。所以我們今天呢就來感受中台灣嘅客家味道。先來分享到你嘅評審欣賞，分享齊牛鳳、齊師傅。大家好，咩鳳咩？大家好。李師傅你好，嗨你好還有劉謝力劉師傅。大家好，謝天。等下強龍哦 SOP 如落去了哦，打開了讓大家猜中一下，今日會做乜嘅菜咯？天婦魚，條腹肌，條腹肌這個應該不是臭豆腐啦，沒啦，條腹肌啦。天婦魚啦，漢就嘛嘅，哦喲，雞，雞點講係雞哦，雞肉、雞肉、蒜頭、辣椒，該係蔥啊，哎呦，猜一下，腐乳雞丁。哎哎呦，哎，你是不是有看大字報？不是沒有，因為就是我同事在這邊豆腐啊。嘿對啊我沒有看。對，金定動力會，豆腐乳、鐵腐雞嘛，雞丁嘛，他講的有對嗎？有錯嗎？我很想吃一道豆乳雞翅，哎，嗯，這個弄雞翅也很好嘿，吃基。本應該看到條腹肌做沒有蓋雞翅啊差不多，大部分人都是做豆腐雞。豆腐雞翅，我看過做蓋檔的哦，今日會做嘅其實是係戚師傅講嘅，會做條腹肌蓋檔。哦，腐乳雞丁哦，等下來看一下呀，嘅沙港一道味嘅客家味會變出乜嘅好特色。先來分享到我一道味嘅感情當好嘅兩公婆，吳斌哥和家李淑姊，歡迎。還有哦，感情未動好誒，江陽啦、心 Q、林梅玲啦、王樹天，係咪還有娘？秦梅里，錢梅玲、王樹天，該係 T P 該台북腔嘛？你還是好好講自己的腔哦。哦好，那個親密玲、王樹天 OK 這樣有好一點點啦。對，好來看下吳斌哥老一嘅李淑姊吼，當用心嘅，今日貼片準備啊啥嘛，因為平常時就有也唔係情侶裝，你要拿個制服啊。馬街嘅直播，歷史的安部的節目就足重要。真的，安部嘅水幕還有做散步因為啊。陽明客家一批嘅制服啦。哦，係啦，四日來就做嘢嚟啊，四日唔可以做嚟。哦，陽明客家協會，故所睇得出團隊啊，你客家文化非常用心哦，差唔多一生一做對客家一天做一件一生的志業這樣，一生的志業好感動哦。真的，誒，陽明客會客家嘅總幹事，啊，不過平常時都不卡，嘿，李淑姊煮飯較多，也係吳斌哥。我65歲以前唔是徛出多，好唔是去做下。啊，你現在還沒65歲接啊？我68歲。 68了，出來耶！接客家協會總幹事以後呢，同阿董梁山呢，做客家料理，哦，將客家料理要推廣全台灣人，大家來食。哇，斌哥，你是不是有帶來一個小禮物送俾主持人？因為唐王哦，他有準備一首詩哦，寫對聯全部啊，送出來哦。所以唔提啦，講到上天師哦。真的，家家用毛筆詩寫寫。哦，客家天師親神氣啊，嘿，一家之主好面師啊。哦，啊，北京言道好講笑。
收出来哈。啊，懂我用到思考，可能不一下嘅研究啦，是可能我媽真口，最尾日記係嘛？本來講嘢誒北京安姐好講少啦。安姐，係些啊，安姐民族安江，講生意。哦，早上鼓勵鼓勵。真的。好棒哦！這個已經加分加到頂標了。哎呀，唔可能係做菜嘅比賽。好，不計分嗰啲啊！大家比賽有信心嗎？有，加油！安台上哦，等下總的數哦，今天會走戲，我們有詩，我們直接一筆那個拼分呢。兩回事吧？有啊，有詩啊。哦，我們的這個先介紹一下，佢係家娘，佢係。看不出來，詩婷看很年輕哎，你幾多歲啊26。今年係比賽，有信心嗎？有。好，加油加油！馬上嚟進行體育館嘅比賽咯。木下好明星，大家家庭都有算係自家嘅好明星，兩嘴的喊聽嘅時間地度做出指定嘅取捨。本來係雅布卡嘅較上癮，也係雅布卡嘅明星好呢。比賽會由兩嘴嘅小隊長先開始。準備拿出雅布卡嘅好本得了，一家之主上菜嚟。好啦，先來比賽遊戲下啦。今天我哋講乜嘅咧？哦，我教下嘅幾個 Q。好，冇問題。你準備好咧？好，你準備好咧？因為翁喜聽，我還是講海陸好了。翁喜聽都不會講。啊，婷好嘅啦。啊，婷啦，婷沒準備好咧啦。好嘞。好，那我們先玩給他們看。好，先搞起來牌哦。好。等一下，然後加油哦。看清楚哦。好。剪刀石頭布。什麼？馬上要到阿布。好，你先開始了。好 ，OK，你不要靠我那麼近。好，開始了。預備，來，幾個 Q。幾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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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Q。龜龜 Q，龜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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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Q，Yes。啊，對，是我說。係矮講嘅，你也是嗎？我想講，錯啊，係矮讓啊。好厲害哦。好呀，但好了，堅持蠻久的。好 ，OK。堅持到最後，對，是很熱。好，並購兩下講你了。加油！剪刀石頭布。好，你先開始。向前面哦。幾個 Q。幾個 Q。哦，哎，應該就輸了。我們贏了，謝謝。哎，對，他是忘記放線，剛好就贏了。2下比贏有沒？對，我們這個贏啊，你要讓給強下高。好。好，嘿，你就看過節目，你就知道現在是遊戲玩字典嘅對戰，冇問題咯。冇問題，沒有被我嚇到哈。係當贏。好，剪刀石頭布。贏嘞！耶！哎，還有幾個 Q 了，還有幾個 Q。好厲害啊！幾個 Q。貴 Q， 哇！我們讓他，因為你剛才已經加分加到頂標了啊！小美女一定要讓他。姑嫂，這樣時間呢，我們就先開始了，開始比賽哈。好，大家開始。麗淑姐，請問一下，你剛來要給客家中按球後，最喜歡吃哪一道料理？客家菜？哇，好幾道哎！哇，講幾道來聽聽。客家小炒。還有梅乾扣肉，福菜丸子，還有蘿蔔錢煮湯，還有那個苦瓜煮福菜，哇，好多道哦。怎麼這麼有口福？還有酸菜鴨，是你的乾友很會煮嗎？還有炒那個板條。哦，嘿，家用煮不你學了？沒有哎，我嫁過來的時候婆婆都不在了。那你是怎樣自己學嗎？自己學的啊。哇，對，自家好，自家煮。哎，對，這麼厲害。那個老公吃，兒子吃。晚上耳鼻面命。哦，怎麼面命？我模仿一下。就是咬耳朵，我剛才講說。真的咬嗎？輕輕的咬。哇，有輕輕咬。好有畫面。要不要現在咬一下？出錯。民宿的準備當媳婦的不能咬他。你是咬我還是咬着？斌哥，你剛剛想咬什麼？你想咬什麼？哎，我有點興奮了。不要離題，不要離題。你們有在乎過麗淑姐嗎？對，不要停，沒關係，沒關係啊。沒有關係。不是要有問過我嗎？我差不多前半年了。手拍一千嘛哈。做線條做得嘞。可以嗎？你有拉鏈嗎？你有拉鏈嘞？都有取了嗎？還沒有。 8、7、到幾歲？
38、39。 38、39可以哦。可以哦时间到。有什么条件限制吗？条件就带个2、3亿过来了， 2、3亿啊！嫁妆。那我先过去了哈。现在呢？好了，你两下休息，请你好，休息先请你好，嘿，好了。安尼是功夫好，我叫刀工。马盖，有练过，有练过。他那个切了个树，切到跳层。嘿，看哦，不是切安架啦。哎，这个没有快转哦。有进步哦，是慢动作，好不好？没有快转是慢动作。毕竟他已经切这个葱切了70集了，也是应该要会了。也是切葱最厉害的，对，其他的都还好。 3、2、1，弄个8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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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有发现2位师傅只要遇到你倒数的都洗超快了，因为我是跟着他们的 tempo。记得跳的呀。其实很根本很有3秒。阿赶你的秘你诀，吃吃看。名字念我一下。哦，将来当我媳妇的时候可以。好 OK。可是你说可1、2亿吓到他了。我有2亿啊。你有2亿啊？哦，那爸爸，我有记忆。看亮亮，哦，看亮亮是好的呀。亮亮，太亮。哎呦，多出来多出。皮8块。好。 8、先让你把钱哈。 6、5、7、3、2、1，弄个8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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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有发现2位师傅只要遇到你倒数的都洗超快了，因为我是跟着他们的 tempo。记得跳的呀。其实很根本很有3秒。好了，2下哈，计时1分钟。好，快些，啊！抢开始。来，两下强下走哦。 西甜甜擂面面。 OK。哦。该跳腹肌，跳腹肌擂面面。哦。那个酱汁，那个也一定要放下去，是不是？哦。 9、8、7、6、7、3、2、1，时间到。两下记得我快学，所以走得快起走了。该含拉面，过面，过面哈，过面，就是那个颗粒感是要溜黏的，还很磨。对，你就会弄烂烂的。哦，孔盖片，用它走啊。技术做哈。哇，这个豆腐乳一定要看一下的啦。成年的哇，你看，黑豆瓣呢？拿破牛本来的。那该是像个卤菜不会空中鱼丝啦。秘密武器了。哦，真的太好吃了。味增啊，没味增啊，它赶你的蜜你吃吃看，这个吸不吸看？好好吃。它做的皮款是吗？冻香呢？金丁冻香哦。名字念我一下。 将来当我媳妇的时候可以。好 OK。可是你说1、2亿吓到他了。我有2亿啊。你有2亿啊？哦，那爸爸。我有记忆。已经有4亿了。4亿还没有。4亿还没有嘛？4亿有的话是变3亿了嘛？对。3亿在苗栗在那边嘛？3亿。那有只剩下回忆。母亲那边你也知道嘛？雕刻那边嘛？那我的老家。你的老家啊？有哎。哦，还有啊。这个要加油哦。对。米酒。 那个沙拉油让你脸会比较嫩一点，更嫩一点，更嫩哦，吹弹欲破这样子哈，都不用打苹果讲内内啊，要不然就懂讲啊。哇，你对你们家媳妇很好，很好呢，真的是又给她2亿，对呀，真的动喉呢。啊，什么时候要来共亲戚啊？嘿，可是我还没有看过你儿子的照片，我蛮看。哦，他一定比他爸爸帅了，这样。哦。好，我来做来。2下干用也没差不多切好嘞。Hello， 可以看看哦。哦，亚洲帮牙谁啊？哦，小弟拿出来吗？对。因为参与的责任，等一下掌款了，等一下掌款。对了。所以讲要撸嘛，冇时间哦撸，按着拉嘞，撸，哎撸三夫，撸就是拌，没撸三夫呀，没拉嘞，撸拉嘞，好，等几下哈，就是拉拉链呐，前一阵子拉链最有名的。啊，你们牙疼痛，啊，叫哎，好唔是黏黏的，哎，唔是啦，用快嘞，都用快的，拉嘞，好了，拉拉嘞，气氛已经到了。好，因为我头先冇不用多讲，不用一丝丝呀，也是呀。
因为哈，你鸡肉含我冇卤过嘛哈，生生，安尼悄悄的呢，哈辣辣的呢，所以点买我连锅咯。连锅是莲雾吗？热锅。连锅是天莲雾。连锅下嘛？连锅是什么？连锅冷锅。冷锅啦，連鑊落出嘛，我甚至比小鑊等下肉咗夾鑊，夾鍋又是嘛？年鍋，哦，釀鍋。係夾鑊，我夾鑊，係我夾筋。你問我頭煮嘅時節，用連鑊咯，可能記得炒嚟，我還沒忙片香，我忙片香哦，我冇不用煮哦，我身體辣嘞，辣嘞。好，等一下，你繼續拉嘞，我們去那邊。好 ，OK， 對，再拉下去後得了。這是什麼？嘎調味嗎？對啊，剛剛斌哥在介紹有什麼？米豆醬調那個特調裡面又加買東西，加買做稀稀的油哦，做加兩樣咪豆腐魚，個米醬，稀稀的油一啲啲油，稀稀的油打個雞肉看嫩啊，不要緊張，這樣打碎，哦，還要加水哦。哎，麗淑姐，那蓋牛係蓋鼻哦。是雞腿肉嗎？雞腿肉加雞胸肉，我用兩種。嘿，為什麼會這樣組合啊？因為我覺得雞胸肉有時候有的人口感比較柴。對啊，所以我就加一點雞腿肉。啊，你怎麼嘅師祖蓋鼻時候咧？蓋鼻時候怎麼又有加？這腿有加皮，要加皮咯。加皮呀，我雞腿肉我有加皮，雞胸肉就沒有加皮了。它有個咬勁啊。一般的雞店是專門用嘅雞排用嘅，磨皮啦吼。大家冇掌握好些吼，咬嘢較實用嘅，大家感覺啦吼。比較差不多。你選皮就對了，因為你右邊的右邊超愛吃皮。對，哪一個很皮的啦？不是。好。不是，你說民族啊，民族不會啦，他細皮嫩的。怪啦，你講啊，不要皮嘛。它是這調皮的皮。對啦，好，沒關係啦。然後先幫你炒就好，我就先過去了哦。好嘞。啊，詩婷，你同啲倒落去辣嘞。辣嘞，係種下。我梅玲姐，你家下就不用買個挑梅嗎？哎，冇安尼哈，辣嘞，歸下種下辣鼻潤，就均勻辣嘞。到辣鼻嗎？大文，這一集所有的觀眾朋友們都會一直辣嘞，好，安尼好嘞，盤。還有什麼嘞啊？係安尼之後嘞。你好了，好了，去趕快吹我那邊了。你自己沒做得起看一看。哦，唱我試看看啦哈。係啊。我試看看有鹹。可能加湯係加乜計哦？哦，因為個豆腐雞會鹹，鹹到甜的做得綜合。我試試看啦。試試看看咯。試聽我寫嗎？我不喝酒。你不喝酒？這裡有酒嗎？有意思是酒，蠻好的理由。對。那你跟他不合，他好愛喝酒。剛剛好合。好，我就狂改片。我可以當他安全駕駛。對，真的。好，我就狂改片。好。哦，你們都有辣椒哦，一點點。來，湯匙在這。主要係雙色啦。哎，雙色啊，喜歡辣的就用看辣的味。那你喜歡辣的嗎？我說你兒子。我比較喜歡辣妹。哦。這個。我這個要。哎，有金毛糖豆。沒聽到。都剛剛好。好了，時間差唔多了哈。差唔多，等一下會倒數了哦。差唔多了哈。好。 6、5、4、3、2、1，時間到。打咗次測看下鐵管力度，哪一部卡米西較好食咧？好，這個俘虜基地呢，6木卡呈現某用，不過我必須說一下，這個不好意思，我們真的長得蠻漂亮的。白的很好澎湃哦。真的。不過我哋係食東西嘅比賽，等下食看。係啊，等下日日都食看，好冇？先從紅隊開始嚟先。羅師傅。哦。怎麼了？勇猛。你下到睇家咧。好好吃。好嫩哦。係嘛？係啊，光煮給它兜裡面放一點。成年豆腐肉。真的，你不知道我們那個豆腐魚不用幾久哎。好久了。因為人抗嘢咧菜，注重鹹培香，係鹹培香係較加出嚟鐵石，
对。好，安点哈，打枪是死的啦，崩盤哈崩唔落啦。哦，崩盤佢崩唔落，但係民族性啊，看看，你判死是3萬。北一直在微笑中带着一点火药味。来，我是队长，我要吃吃看，等下换我来抢用火力。好，抢用。来。夯住肉啦。换我。好，开始吃到吼，嘿，美玲姐的那个吹吼，大崩翻广州的大枪是吧？吼，哦一比茶。因为你只要帶3行哦，做蟹，而是較多盤，哦，而是較鹹，讓做盤較少啲落。哦，好了，我不敢再打下去了。兩頭菜係豆腐雞蓋檔啦，所以我要食到豆腐雞蓋梅頭。好，聊時間呢，先唱齊師傅唱本分數。等下，還有，劉姐玲劉師傅搶本分數。好啦，差不多。齊師傅唱公平。好啦，跟他講哦，兩片的睇豆腐雞嘛都控到梅頭啦，兩片含一點點的係啊，兩片因為叫加個木卡嘅秘密武器，成年又加份，佢係挑梅又出來，應該是拼兩片，你們的豆腐乳的味道很有層次。我會拼兩片的眼影，嘿，兩片用木，兩片按色，兩片用含凍色，兩片用含凍色，兩片用下滑，下滑了，你都出家色，沒有感覺。所以愛用看起來啦，冇有熱天嘅對錯啦，全做得凍好些啦。對，而且凍好色，都凍好色，這個比唔過行有半依隻成績啦。不過一體育當中呢，大家係越比越好。然後呢，先休息一下，等下來看下佢哋齊師傅帶來乜嘅4個料理要教大家咧。總鋪素滷菜。好，今天呢係齊師傅帶來呀嘅4個料理。冇咁錯。好，那今天要做的這道菜叫什麼呢？腐香白玉骰子羊。骰子羊哦。腐香係乜嘅？豆腐雞，條豆腐雞，白玉係乜嘅？落皮咧。哦，你是蒟蒻哦。唔係蒟蒻。啱你講蒟蒻誒。看起來長哦。白蘿蔔、菜頭拍嘅。還有乜嘅？羊肉。哦呦，羊肉。我第一次吃。那就食到骰子牛。佢哋係小羔羊，愛撈佢去骨，撈佢變成骰子。所以已經很嫩。掠滷嘛嘅，愛滷到豆腐雞嘅，該接撈豆腐雞。圓圓的。就先滷誒。哦，掠係薑媽，薑媽我點解會用破嘅方式撈佢變到蛋白？掠係蠔油。掠海山醬。哈？海山醬。它不是已經那個變了嗎？咩？該海山醬，海山醬是做該俺哋點解冇被做該關東煮醬？關東煮醬是有加味噌、海山醬、甜辣醬，就變成我俺哋是該關東煮醬。俺是想法撈佢變到豆腐雞，你係豆腐雞哦，從呢度睇哦。好，俺來開始做啦哈。實踐挑戰賽開始。有2件事情係啊。好，其實。你即刻講嘅哦，其實開始。聽說徐師傅啊，他太太現在去市場很困擾。怎麼說？因為他太太每次去買菜的時候說，我有在電視上看到你老公哎。你老婆有 po 文說，那個老闆都說他最愛阿方師。對，然後有這回事，然後都要給他打折。哎呦，兩本土差唔多係中佛。冇倆有啊，婷婷呢？婷婷，婷婷，有。婷婷，你會覺得我們剛才這段話像出國嗎？有。婷婷呢？有一點，有一點。從倆有嘛，不給冷油下是做得嘞，不給又熟啦。哦。不給又熟。師傅連阿婆都搶嘛？是。給他冷油溫六婆都好啊。六婆是好啦。六婆就是稍微炸一下。稍微炸。六婆都搶喎。倆有啊，你看倆要切塊撈雞，撈雞有熟都好係嘛？嘿。又熟是好。我覺得我來到大埔這個地方，也覺得來到外國。真的嗎？海山醬。那你可以跟婷婷呢？對啊，互相幫忙。我們國內人。對。婷婷的水。哦，婷婷的水嗎？婷婷的水，對。婷婷跟一叔叔是一樣的意思嗎？不是，那一個是慢慢，一個是一點點。倆豆腐雞哈。婷婷是。豆腐雞撈該海山醬啊，1:1。哦，對對的。這樣子豆腐乳才會香。嘿，哎，錯。
那你猜现在这个动作在干嘛？呀，什么？辣嘞！好，你还锵锵锵！好有一点的时候呢。哦，辣。好，也差不多嘞，放去咯。两是关机哦。不是，用去洗火手。哦。哦，好好嘞。哇！哦，菜头。哎，菜头会出水吗？出水。 10個咧啊！我10號咧，我哋配它现在油温拉高喽。哎，拉高做埋對，你等下是啲咯哈。我忙嘛。嘿，哦，兩面會拉高哦。嘿，也拉高好的，高幫你哈。我哋下好炒菜啦，係啦。哦。這個要拉高嗎？要炸那個薑絲。你看，要起梅頭。來來。肚好食，一天內食到。就安是好嘞。哦，炒嘅部分好嘞。为什么姜丝要用炸的？炸的会香气会不一样。酥酥要炸酥酥的吗？这个刚刚一掀开一有先给它出水了，是不是？嘿，水要先挤掉。对。哎，听说徐师傅啊，他太太现在去市场很困扰。怎么说？因为他太太每次去买菜的时候说，我有在电视上看到你啊，老公哎，你现在很红哎。哦，对你老婆有 po 文说，那个老板都说他最爱阿芳师。对，然后有这回事，然后都要给他打折。打折吗？没有，其实我都有付钱的。哦，对，不要误会了。动火哎，萝卜。好 ，OK。哇！香白玉骰子羊，按钮就好食了。香白玉骰子羊，都在那组都在这里都先来出题目。好，题目。豆腐鸡有嘛个美誉呢 ？A. 东方优格 ，B. 东方乳酪。很简单啦，来开始拳王，淑丽姐会猜拳吗？会。好来 ，MD 哦，好。猜拳猜赢才能打，实体，才能答题哦。好，剪刀石头不会吗？剪刀石头。实体就熊发，因为写马盖。B， 确定吗？东方乳酪，确定。因为优格很涮涮的东西。对，而且乳酪形状跟配的吃的方法都感觉很像。讲的有条有理哦，感觉很像真的一样。对 ，B， 你咪 B 係啊？係誰做得選？你做得技術 B， 選 B 我不能選 A 啊，不能選 B 啊。因為剪刀石頭布。係啊，輸咧，拍攝啊。沒關係，好，我們拍哈，兩下答案係馬計的。好啦 ，B。没关系。乳酪係該動物性蛋白的發酵食品，而豆腐雞為植物性蛋白的發酵食品，其應用的價值高。乳酪被稱作東方乳酪。東方給你咯。好來，這個要不要幫忙你們分？要嗎？可以帶回去嗎？好，你們這一盤外面賣1000塊。那一定要帶回去。那一定要帶卷你。帶卷你不便宜下，花的部分佔比較貴一點。對，花的部分佔800塊。讓喺度聽住啊。師兄你講誒，cái豆腐雞哦，老娘哦。係完全絕配，哦，挺好吃的，很好吃哦。好啊，好吧，你能試的，你能給試的。好，來，大家先干這兩個。好。總能試的，總能試的。其實不大白死狗料理都給我們很大的驚喜。謝謝。觀眾朋友做專業去甲吃周寬吶，哈。好，我們個綜藝館呢一畢業，沙醬好了，豆汁又要拿出來了。哦，火藥味拿出來。哦，這個留給我們哈。出來欣賞最杯米館比賽。愛係太祖譜，用最運用接力嘅方式，運用客家特色食材，完成總譜10天愛做嘅菜色。啲先前唔知會出乜嘅題目嘅情況底下，用最咁嘅言語太緊張嘅，殺亂盤盤喎，到底馬沙張係真正嘅一家之主，而你誰來上菜了？好了。
最关门一关喽，引走了。火药味已经准备好了哈，我马上可以打开来，打开来本大家看一下哈，最尾就讲我去听个食材系嘛个东西咯。噔噔噔噔，来，你直接吃。俩五蛋肠系爆熟哦，还是俩系水果爆熟，水果爆熟真给呢，来你吃吃看，可以吃吧？俩水果爆熟做在雪上诶，真给做在上身，伊也跟你有老太爷讲，因为都撒讲呀豆味啊吼，中个呀个水果爆熟，系对呀个北海道嘅豆味引进来诶。哦，日本的哦。对，故说就像刚刚博谦讲的呀，上身没做的，主料里面做的，真给非常好吃，而且这算是比较高经济的作物哦。真紧哦，对不对？我俩冻好嘅水果爆熟，今年我来做嘛个料理咧。玉米粒炒猪柳。哦，其实炒饭就好嘞。嘿，炒饭没好食哈。我俩系甜的，那来炒咸的哦。嘿。哦，你做我买来做。我买来做咧。你要爆烧，听清楚哦。爆烧对切，不用等来，然后你要腌切下来。哦。切下来就一粒一粒，係下高工就一粒一粒剥俾下來。對啊。哈，剝下來上去炒，炒就看cái豬肉咧就不用看嚟切丁呀切條未做得，看切個不看用嘅料理。今米係食你切個不看嘅料理。好，来诗婷請翻譯。先把玉米对切，然后再立起来，再去刮那个玉米粒下来，然后再炒猪柳，要切丁或切条都可以。哎，看你自己家里的味道。好厉害，很厉害，因为妈妈有在训练我的听力。哦，真的娶到好的媳妇，真的很棒。好，不过等一下马上就得到30秒和90秒，还冇停錯嗬。先來出題目。爆熟光當背。一碟一碟的嘅玉米粒，既係奇數，也係偶數。哈？這是我搭片哦，記得搭片有啊。這是每個人都有誒，唔是雙數。A 奇數 ，B 偶數。用猜的就好。係正經就答案係嗎？正經要答案咯。對啊。來，全部先出來。马上抢先他来。好，啊，你们随便猜了啦，反正也不知道答案。剪刀石頭布。好 ，A 還 B？第一次猜赢，没有太开心，完全没有。好，反正唔定就一定 A 咩。哦，真的。真的。奇數人係跟人算過咧。哦，你就算過咧。你睇哦，奇數 A 係嗎？記得先選 A， 跟住選 B 啊。好，我們就選偶數。哦，雙對對。答案是抗炎的菜子鹹培香。鹹培香。那我占了那個培香。大概沒就前你看，真的有看，真的有看。光香啊，跟祖國要香跟民族啊。他沒有啊，這部分沒有，他是學姐，這部分沒有。學姐還是有可以想啊，所以我保護她。你這樣子讓我很難主持。答案是 B。為什麼呢？怎麼解？因為保秀光，嘿，保秀光，地度嘅保秀型，我覺得是嘛，就會給它碎走啊。哦。你當歸嘅花穗都成對排列的，所以玉米粒的穗軸上也成對生長。哦，排列成偶數啦，就會博千空那個要去切到按鈕哈，就都出切用誒，這應該就是所謂的穗軸啦。地度按鈕，古時候當杯呀給保秀粒就會咩黑按鈕。成對啦，有對稱啊。對，成偶數。嘿，偶數張博千。好啦，你不應該就讓了呀，拍攝啦，90秒哈。太難了吧？哎，他已經動了。這個真的是，我看一下。還是詩婷，其實你本來就知道。不知道。他說那個圈啊，我看對，圈。好，唔怕，觀眾朋友也長知識。書在前面，人在後面。火藥味又出來了，對不對？好了，馬上健康最每一關嘍。45度，45度，刀45度。對，做得啦，這樣可以嗎？做得可以。可以的。這樣有差嗎？沒差啦，那是沒差啦。那最後來用。可以嗎？對，可以。小心一點，要小心一點就對了。對，那要小心一點。不會，這樣第二刀就好切了。但是第一刀切不開啊。沒有，因為它切到那個心啦。心啦，對。一切都心啦。所以才45度會比較好，就是順着它。你可以用小一點的刀子切。哎呦，
对，比较不会危险。好，好，这样可以。 OK。金字塔哎，哇，好棒哦，好棒哦。好，还需要一个盘。那上好了要给法子那里切丁吗？对，好，没问题。好，刚才就电斗过来切。大家这样看我切，我还是有一点点紧张。会吗？会啦。跟弄了。你已经很厉害了呢。生意的。好，小心哦。好，刀子有磨过哦。好哦。我对了，你差不多了，我对孔家片哦。好，去救他一下。好。莫切好了。要等太嘞。記得咯，挑米哦，豬肉係挑米哦。我改一下，豬肉會挑米哦。嘿，豬肉係挑米哦。挑嘛跟米？挑米是什麼？調味。調味嘿，豬肉調味。調什麼？調味哈。孔椒挑乜計啊？好來，米酒係啊。你諗下講傻咧，而家為當然啦。調油好調油，係乜計？調油係乜計？鹽係啊。呢個調油，呢個鹽哦。係。咁我當下麼？嗰片梗係麻油，梗係麻油。麻油。香油。聽，還是聽米酒。8、7、6、調酒。好，過來，哎呦，按到啊！天啊！哇，慘咧！梅玲姐黃衣嚟，黃衣。黃衣咯。冇按下麼？你叔叔。啱咪調下麼？唔冇，薑調下麼？係哦。你等下參水。你啊，假是調下唔怕，因為水母嘅挑梅唔是不用調到染色好咧。唔係，等下我嚟保水會出水。啊，喊到添強下啦。你把捱嚟嘛？黃衣嚟，小心哦。聲音哦。哎，讓你講，一開始吼，其實讓人講吼，該爆燒不給錢，因為基地哦，這個厚度，你如果切太裡面，它會有一個硬硬的木頭圈，切太外面又沒有口感。真的。你們一路講冇食飽是規矩，而是一點。哦。好幸福哦。對呀。好啦，好，過去一下。哎，你過嚟看。我問個問題吼，先過去咯。好過去。哇，你就給爆燒，我根本認真。怎麼樣？金字塔呀，瓊台料呀？不是瓊台料，動台料很漂亮啦。我切的，真的很棒。謝謝。我做鹹橋嘅都。又來了。怎麼又到？一做菜就在找媳婦係啊，奇怪咧。根本係做菜咧。咩親信叫咩哦？跟白天沒大白面就親落你看，真的有看，真的有看。看你10多10，你再往之後看，你就看到我找到了。對啊，然後又離掉了。然後就離掉，又繼續了，對。而且好像有點，皇上啊，跟祖國要像個民族啊，他沒有啊，這部分沒有，他是學姐，這部分沒有。學姐還是有可以想的，為我保護她。這樣我很難主持。真的。好，我哋要切點係差唔多用蛋白就好了。紅雞片咯，嗬。麗雪姐，只要用蛋白就好了。要放味道哦，哈。好。記得做法都係加先調味人來炒，真的哦。因為冇香啊，冇鹽皮冇香。像我媽媽自己在家都是最後調味。所以客家人嘅抗年嘅菜係鹹皮香。鹹皮香。那我蘸的那個皮。鹹皮哦，真健康。來，你還係你也時間。我時間啦，還有時間。我同你講哦。先讓複雜的部分先走紅。是。那你幹嘛？3、2、1，好，2下吧，妹妹哦。那我什麼？好，來炒到那個顏色變。好，放着讓它炒到顏色變。顏色變就可以求救了嗎？顏色變就可以下這些東西。好，完全變色的時候，來保水。全部中下。有時候我們是緊張，中下。婷婷很厲害哦。還有架勢哦。中下。好，我哋孔雞片咯。孔雞片咯。我哋孔雞片咯，先過去了哦。唔係調爐哦。咁樣唔係調爐。你慢啲講。加油嗎？加油。啊，油唔加慢。好了，慢到。好。蒜頭。還有冇？還要嗎？好，有還會嗎？還要嗎？不要。要嗎？應該不用了。好。你不要害我們。因為他說要，老公說不要，我就開始有點緊張了。我有這個哦。我這有帶到。廚師幫我哈，這個廚師幫我。幫他切。可以幫啊。可以幫。走的。好了。好，那你先一起拿着。一起拿着。來，老公拿着。好來。啊，公力哈。可以幫啊。來，
强下讲，强下讲。1、冰哥，2、3，你莫讲，你莫讲，厨师天数同埋天数，技师开始。我是两组嘅肉切嘅大小全差不多。可是我们有让它静置一下，这等待很重要。做料理的时间要等。特别比赛的时候会怕这样子。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，时间到。好，等一下，放一点点水下去，水哈，给它熟。好，放一点点水。要给它熟。你手痒哦。好了，等一下就让它熟一点，再放那个调味料。添起来吗？哎，那添米哈。好，要盖起来吗？添米时间应该都要烤盖片了哈。盖一下喽，盖纸盖一下喽。哦，你看完成了。你要走在厨师帮我是味道了。对，你可以厨师帮忙。还有厨师帮我。那我想要用师傅帮我来帮我试味道。好，那就是慢慢试的意思喽。对，听1分半，听去。是。等下一起讲，你们2个一起讲。好，师傅帮我。就2起开始。真的慢慢做，慢慢来。听气，听气，是的吗？是的。哦，感觉你们原本做就味道很不错哦。对，比例我觉得也没嘟红。第一棒就很棒了。你是选妈妈真的很厉害。讲沙发的，真的。难怪你婆婆对你那么好，你嘴巴很会讲话，真的。你进运动腔的哦，胡椒粉，踢个梅啦，嘿，哇，师傅很强，哎，比如讲从两套出来报销，已经有听梅咧，还会加通吗？冇了，是噶，粒粒分明呢。哦，还免费装盘呐，太棒了，这么好啊！顺便摆盘吗？哦，时间很久，慢慢的来，慢慢来，体这排款都师傅哦，冇溜环来走呢。真的。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，时间到。好，擦一擦。好，等下还有虚停嘅，要得了烤盖片咯。好，我们过去喽。哇，两片咪差唔多咧。差不多状态了。有没有看起来该食水摸孔融哦。食水摸孔融。你要不要很好照的？较酱要较济。中央按酱。真的。中央按酱。个加米丝冇中央点点。哇，好期待哟。好，等下差不多差不多了哈。6、5、4、3、2、1，时间到。大家出来试试看，那要最杯米一罐，那一部卡张黑人你的太重谱嘞。好，哎，两个吼，老鸭包熟粒呢，水果包熟容易煮，等一下想必这道菜会是很甜的，真的，而且水果包熟比较没有负担，张默倩这你可以吃多一点，没有淀粉。大家先装啊，等下最后留给我。整盘你就整盘拿，因为刚好盘底有油的部分，全部都你拿。刚刚都选好，现在记得有风吹的哦。好够味哦，很棒哎。怎么可以闻有点辣，会有点辣辣的，好好吃哦。胡椒粉，哦，胡椒粉。差不多食飯嘅風吹嚟，兩下是藍吹嚟哦。好了，看藍吹哦。好。不要屁股不要这样。我都感覺很好 Q 彈。而且我们的比较 juicy。juicy，進分凍好哦。来，大概肉蛮 Q 的啦。但是味道跟我们的，我还是喜欢吃我的味道。对，要有这样的自信就对了。这个吼。俺个吃汤诶，因为俺那肉肉都乱拍，有同乱拍咔咔的，我们也有咔咔的，咔咔的，对，咔咔的味，就又开始按摩一下，有同乱拍咔咔的，我知道，然后薄切切的肉啊，有一丝丝分量，所以吃汤诶看软腻，好，按个片较涩，系按其实它同一块肉诶，系按因为佢薄切佢切的方法有较。较四角一丝丝，较太低一丝丝，所以吃汤来看，
它软腻，它有许多肉，它冇按招式。哦，师傅抢本分书。講實咧係咪啊？搶本分書。係咩師傅？我講起咗自己動專業嘅感覺呢。師傅。OK，好，兩時間呢，先請齊師傅搶本分書。謝謝啦。做乜嘅安用？我唔怕，你一下，劉師傅搶本分書。尷尬了，我雖然很開心，可是我沒關係，你說說看。我講嘅，我上擺因為佢倆梅頭要長緊炒乜嘅，弄個青椒炒豬肉絲，要青椒。啊，唔過佢嘅樣我拍到唔動鹹，啊唔過佢嘅從下試嘅時間，要加玉米嘅甜味喺度，還會釋放出來，因為同甜有結合在一起。好，啊倆片我上擺係佢嘅樣要同鹹唔甜，啊佢嘅食水冇倆我下中意倆片，係三樣。倆片咪當好啦。太謝啦，因為我哋曾經我當強調一點，做唔得甜鹹，爆香米佢本身嘅甜分，唔本嘢嘅鹹味着起嚟，對嗎？因為爆香米已經甜鹹嘅，爆香米係要甜水果玉米，佢邊嘅主軸係水果玉米料理嘅啊，了解。啊，片咧水果玉米佢食出來嘅甜味。唔會長咧按鹹啊！哦，出嚟要較鹹啲，係較鹹，又透又流嘅保sau鹽，係錯。壓下去嘅。好，今日嘅比賽呢，馮翠得到3分，藍翠得到1分，鼓手恭喜馮翠得到3000嘅加菜機。用意哦，沒看到，咱最經驗未當歡喜哦，昨天得到真嘅安創吼，然後法式經典鑄鐵哦，劍鋒，已經凍創吼，超好用的。先歡喜，先來聽一下阿斌哥，今日參加心得，老太家分享一下。哦，非常歡喜，因為我迄個台中市客委會嘅委員，和陽明客家協會嘅總幹事，4年來呢一直在推廣客家嘅料理啊，一談到講客家電視台呢有個一家之主啊，幫到委員向我講，阿斌哥夾去報名吼，邊看呢邊樣邊數嘅唔下，但係我推廣。邊看？請老太太分享一下。今天有這個機會來到這裡，非常的高興啊！我有早上要出門的時候，有跟他說，萬一我去 PK 如果失敗的話怎麼辦？我說那我就讓你丟臉了，怎麼辦？他說沒關係啦。我說好吧，那我就來了。謝謝大家。就讓你啊！你問說如果贏了怎麼辦？贏了回去要獎勵呀。什麼獎勵？給我一個吻。現在就要吻。好啦，結束。當我有看到阿英嗬感情動嗬，不過嗬咁樣嗬，攞心叫我感情未動嗬，今年動歡喜，去參加係先得係馬界。係啊。啊，我兩省啊同阿心橋啊當落啦製作單位，我哋有機會嚟參加呢個節目，呢個香港出嚟歌之道，歡迎全國嘅觀眾朋友有閒來香港坐了，食香港東西嘅好料理，羅勒大家。好啦，今日正熱同歡喜呢，睇出家叫下來啊，特別參加富商嘅交流料理。所以啊，假使吼，你馬上吼，你福下就馬上東回主菜吼，像邊個安樣嘅傳承客家文化文化，還係你福下吼，就買興趣吼。雖然唔會主菜，唔過當有興趣咧主菜，強下咧報名參加全做啲飯人哦。他會煮菜？會，真的會。好啦，所以睇出家叫下來呢節目，嚟到鬧熱叫下來交流，一家之主的呢就係我，下禮拜再見，拜拜。